新竹北埔有一间豆菜农场，头家郑怀伟能31岁嘅，伊用牛奶来培养嫩酸菌来种，安尼豆菜食起来含个清甜有菜，同时无啥药嘅。平年嘅豆菜呢，1到3日都有好熟嘅，伊嘅爱5到7日咯。本钱按出当然都卖过贵，都稀难打通路。不过郑怀伟还是坚持爱种健康嘅豆菜。因正伊对15岁都开始做胖诶，是按问题连沙印标出来，又搭做胖诶原料，又太多路去加工诶东西，更难知道佢係对哪来嘅。故所以都开始慢讲而来转型，对豆菜来做稀释，而自家嘅农产品係使得太上嘅对消费者讲係天然抗强嘅。它如果这绿豆品质不好啊，它会这样子浮上来。对啊，像这个就比较实心，浮上来就是空包蛋，它里面就是空心的，它不会发芽。用飲水洗掉頭哥，也實在細菌，還會落唔止個頭哥托體，怎會就按到唔會變啊？因為有機栽培的東西，表面比較多菌種，對，比較多雜菌。然後如果如果程序沒有處理好啊，可能種下去可能會爛掉。洗好嘅頭哥送落按摩店都嘅健熱度，等機甜甜嘅變啊！温度啊，大概就是要控制在20度左右。然后像我们光线，基本上我们只有进来才会开光。那我们点的是绿光，因为植物它不会去吸收绿光。4點鐘出曬至擺水，為半機就足夠水分，也冇按過分，除係將機為上固。然后这种水里面就我们自己有添加乳酸菌，然后去抑菌。因为芽菜如果在栽培过程当中啊，那个水源如果比较多杂菌，它容易腐败，那腐败可能这1大桶就坏掉了。空氣、溫土、水都係重要嘅環境條件，這塊會建議用天然嘅方式來做豆菜芽豆。就是根都会那么长，因为这种才是天然的。然后像外面呢，它根短短，就是会有加一些药剂，一些有的没有的。那我们就是很坚持，就是天然的栽种。搭條豆菜都生用嘅是功夫安操，只擺川湯嘅魚鴨料理係為熱頭熱味，不過這塊會講也真係最自然嘅素菜啊。吃的時候不用去根，因為植物啊頭尾是最健康的。那基本上中間就是口感。冇用作嘅唔係破壞豆菜嘅性種，係這塊會嘅堅持。我們大概1斤綠豆可以收穫5斤而已，可是像他們那些加藥劑的1斤可以收穫到15斤。所以收穫量差異性非常大，還有收穫期間，我們收穫期大概是5到7天，然後他們大概1到3天。因為黃豆芽表面都有帶那個它的黃豆殼啊，然後一般消費者買回去，他也覺得處理很麻煩，然後順便我們清洗過後，就是把一些就是豆殼啊，把它清掉。香香嘅就唔會送到豆菜，韓國天朝嘅面類食。因為它根比較長，然後像外面那種就是有加一些藥劑的豆芽，因為它根比較短，然後它可以用機器去清洗，因為根太長啊，它會糾結在一起。32歲嘅鄭發輝係專門種豆菜嘅，不過佢15歲起時出現好四個做胖，係指等陣嘅做胖師傅，是按問題表出嚟過後，韓國做失敗，督導這個判數落去講，準備出動啱住使用這張面後事，佢想知道應該空田是才係指等重要，要快些命而來轉型。那時候就考慮說，我自己做行業，然後加工品這麼多，然後我自己又不能掌控，然後後面才去做芽菜。不過，常係簽手菜就簽嚟10年。芽菜是因為那時候有在選擇說要不要種什麼玉米、番茄或草莓啊，可是問題是那些資金真的還蠻大的。那芽菜最重要的是水源，那我們就是四處找，就找到北埔這邊冷泉上面，就是上面沒有任何污染。頭下媽也是種唔少，一桶那些豐富體，幾時起品質暫停嘅問題下來，不過為哪種奶點辦呢？就係這談問題。因為他們說一碗麵才多少，我要用你的豆芽，他們能賺什麼？對，基本上小吃店我真的跑過很多家，可是他們都拒絕，對，因為價格的關係。
下後幾家人努為產銷班，開始啲農民去銷站人買，天天個消費者地帶，依個挑出落皮沙嘅冇上土，也出建造建築生意嘞。傳統觀念會覺得大華山那麼便宜，對啊，然後賣那麼貴，然後一般人比較不能接受。那我們綠豆芽吃起來很甜又很脆，所以慢慢的消費者啊，就慢慢去嘗試以後啊，就慢慢變成固定的客人。綠頭鴨、黃頭鴨、烏頭鴨，還有無小鴨，搭主無論係食起來也係梅水都冇同種，無論煮湯也係炒都當好。黃豆、紅蘿蔔、香菇、菇類都可以下去搭起來，都很好吃。涼拌的話，你就豆芽菜燙一下，給它冷卻，然後你再去拌一些那些佐料下去啊。規範冇同種嘅說法，挑出就變得出海南島嘅特色。兩下當嘅產量如300-400斤安度，生意天天嘅分天嚟，政府會開始成為飲盡自家嘅興趣，養老小農退休。農產品還算蠻競爭的，那有些就是堅持無毒栽培它，相對比較辛苦，因為產量低，然後價格也比較貴。那我現在就是想說，幫他們做成加工烘焙的東西，然後用台灣的在地食材下去做烘焙品。東方每年茶葡萄乾、風頭哥、黃埔等各種口味嘅食材，都係政府為一行一行去簽來嘅。自家煲，果子乾也自家配。像我們這個是擂茶，然後我們自己北部有生產冷泉米，然後我加入麵包裡面，還有苗栗的葡萄，我是自己加工、自己烘製而成的。所以基本上我做這些食材的東西啊，都基本上是在台灣看得到，然後我自己也看得到。我才能夠安心的推廣給大家。專為是安風炮，你的年富了就給出招，咱們專注空氣嘅挑脆，就連農民也就記得農民就幾辛苦，成為做幾時間專業，到小農退休，水分變呢，唔個乾業一切很脆，規部行業也都幾刺激，會拍500公尺高嘅天然山那度，政府為嘅挑脆基地，當地嘅係一鋪一鋪，萬事幾個夢想。